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是2021年的7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1篇1到12节，约书亚记23章第1到16节，哥林多前书11章27到3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谨慎自省。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旷野绕行40年。关于这40年的旷野经历，许多人都存有疑问。我们总是会问说，为什么上帝要带以色列人绕行旷野呢？特别是原本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，因为以色列人人数多嘛，少的话可能短一点，却需要带领他们绕行数十年。当然，这当中我们可以想出非常多的答案。例如说，以色列人不认识上帝啊，所以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，因为他们在埃及已经住了430年，基本上已经完全规划成埃及人了。上帝需要让这个以色列人呢学习上帝的律法，所以才有世界。上帝要改变以色列人的宗教习俗，所以让他们有机会、时间。因为上帝要让为奴隶的以色列人成为仆人，成为儿子，所以慢慢建立关系。因为上帝要让他们深刻体会，埃及的神明不是上帝，唯有摩西传给他们自有拥有的上帝，才是以色列人真正的依靠。当然还有非常多的原因，我们可以去找出来。也因为这些因素，我们在圣经记载里面看到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回到过去。他们说，我们在埃及有肉可以吃，遇到没有水或遇到苦水的时候，他们又再度的抱怨摩西，怪罪上帝。当摩西上了西乃山40天的时候，他们又耐不住性子，告诉了摩西的哥哥亚伦。他们说，起来，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当金牛犊站好之后，他们又说，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。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32章第1节、第4节。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约书亚记，约书亚虽然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到现在一直忠心上主你们的上帝，你们要继续的对他忠心。你们推进的时候，上主已经把又强又大的民族赶走，到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抵挡你们。这句话看起来，以色列人似乎非常的忠心，在跟随上帝，但是事实上却是不然。否则的话，约书亚就不需要在遗言当中特别提醒以色列人要警醒自守。我们在约书亚记，就是今天接续的经文24章14到15节，我们看见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的话。他说，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的侍奉他，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，去侍奉耶和华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你们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，
还是你们所住的这一地亚摩利人的神呢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我们看到这一群绕行了40年又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，继续拜着偶像。约书亚在临终之言当中特别提醒以色列人应当要警醒谨慎，因为稍有不谨慎，他们就会被打回原形，回去敬拜偶像的生活，或是干脆就离开上帝的道路，再一次走向人生的另一个旷野。基督徒千万要警醒审查自己，免得离开了上帝的道路，跟随了撒旦的路走了。那不但是信仰的旷野，也可能是死因有故。基督徒不可妄自菲薄，以为救恩已经全得到了，就漫不经心的认为不需要谨慎。就如同现代我们面对武汉肺炎的疫情一样，有许多的国家人民，他们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因此他们不在意，也不做个人防护的工作，因而造成了目前疫情又再度的升温爆发。曾有基督徒问牧师说，上帝是赐怜悯的，饶恕人的过犯的主，所以我们应当要像浪子一样，先去挥霍享受人生，然后到最后一刻呢，我们再悔改就可以了。针对这个牧师其实不敢跟他们讲说，哎呀，不可以啊，绝对不行啊哈。不是牧师不敢说啦，就像约书亚在对以色列人说的，如果你们要回去敬拜原来的神明，那你们就去吧。这样的刚刚描述的这些话语、这些问题，听起来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，他在刚刚接触毒品的时候，他总是不接受人家的劝告，他总是对自己跟别人那些劝告他的人说：“哎呦，没问题啦，我可以控制得住啦，到时候有问题哦，我再马上戒掉就好了啦，哈。”但是事实上，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况且，是否每一个人都能够像浪子一样，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就回转？是否每一个人都能够像那一位在耶稣基督十字架旁的强盗一样，能够在最后的时刻把握住机会，让耶稣基督来接纳呢？或是一旦我们放弃了原有的机会，我们是否还能有这样的机会来追求救恩呢？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，有病不要放弃治疗。其实这样的问题其实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啊。保罗这样提醒我们，他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说，所以无论谁要是不用敬虔的心吃主的饼，喝主的杯，他就冒犯了主的身体和血。每一个人都必须审查自己，然后吃这个饼，喝这个杯。如果他不辨认所吃喝的跟主的身体的关系，他吃这饼喝这杯就是自招审判。如果我们是已经领受了救恩的人，却仍然像那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活在过去，我们就是自招审判，冒犯了耶稣基督的身体跟宝血了。保罗用这样的圣餐来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，要随时审查自己，免得
领受主的救恩圣餐的时候，就吃喝了自己的罪。愿上帝帮助我们能够时刻的警醒、谨慎自省，能够时刻的走在上帝的正道当中。